Ben Kilby， 一位支持電動車嘅英國可持續發展企業宣傳公司負責人，話佢哋嘅 Tesla Model Y 雖然係部好車，但係因為唔認同 Elon Musk 嘅行為，尤其係佢處理解僱美國政府員工嘅方式，所以決定要賣車。呢個例子反映咗近幾個星期以來，針對 Tesla 行政總裁 Elon Musk 嘅反彈越嚟越大。自從 Musk 被委任為備受爭議嘅政府效率部門 DOGE 負責人之後，呢種反彈更加明顯。Musk 介入海外政治，例如喺德國議會選舉前喺極右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嘅集會上露面，仲喺網上攻擊英國政客，包括首相 Keir Starmer，令到唔少人反感。呢種反感導致多個國家，包括美國、加拿大、英國、德國同葡萄牙，出現咗針對 Tesla 嘅示威活動，部分更演變成破壞行為，甚至縱火。喺美國， Tesla Cybertruck 更成為反 Musk 情緒嘅焦點，好多社交媒體影片都顯示呢款車俾人塗鴉型垃圾，甚至用嚟做滑板斜坡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公開支持 Tesla， 並話針對 Tesla 嘅暴力行為應該被視為國內恐怖主義。Musk 本人亦都話呢啲暴力行為係瘋狂同錯誤嘅，但係呢啲負面新聞對 Tesla 嘅實際影響就難以量化。Tesla 由一個小型初創公司發展成為全球最暢銷電動車生產商，呢個成功嘅背後 ，Elon Musk 功不可沒。佢係 Tesla 嘅形象代言人，亦係品牌嘅靈魂人物。Tesla 憑 Model S 同埋 Model 3等車款，成功改變咗人們對電動車嘅負面觀感，帶領電動車市場嘅發展。但係 Tesla 嘅銷售額近年首次下跌，呢個問題唔單止係因為 Musk 嘅負面新聞，仲有其他因素。首先 ，Tesla 嘅車款開始顯得過時，面對來自傳統車廠同埋中國新興電動車品牌嘅激烈競爭。Kia、Hyundai 等傳統車廠都積極投入電動車生產，而中國嘅 BYD、小鵬同蔚來等品牌，憑住性價比高或者高科技嘅賣點，迅速搶佔市場。BYD 仲推出咗超快速充電系統，5分鐘就可以充到250英里嘅電量，呢個對 Tesla 嚟講係一個重大嘅威脅。此外 ，Musk 似乎更加注重自動駕駛技術嘅發展，多次承諾推出 Robotaxi 服務，但係呢個承諾遲遲未實現，亦都令到投資者質疑。Tesla 嘅問題並非只係 Musk 個人嘅負面形象，仲涉及產品線過時、競爭激烈同埋管理層嘅決策等多方面因素。雖然 Tesla 嘅股價依然高企，但係持續下跌嘅銷售額同埋市場份額嘅流失，都令投資者擔心。部分分析師認為 ，Tesla 需要一位新嘅行政總裁，帶領公司走出困境，一位專注於汽車行業嘅領導者，能夠更有效地應對市場挑戰，提升產品競爭力，並改善公司嘅整體形象。換言之 ，Tesla 需要一個大幅度嘅方向調整。雖然 Musk 依然係公司最大股東，但係投資者嘅耐心正逐漸消磨。現時 Tesla 嘅估值遠高於其盈利，反映投資者仍然寄望於 Tesla 喺科技突破同快速增長方面嘅潛力。但係要實現呢個目標，Tesla 需要克服重重困難，而換掉 Musk 或許係解決問題嘅第一步。長遠嚟講 ，Tesla 需要喺產品創新、市場策略同埋品牌建設方面作出重大嘅調整，先可以繼續喺競爭激烈的電動車市場保持領先地位。